姐妹们，我又来用音效 cos 蛋仔角色啦！今天要 cos 的是，还不告诉你，看到最后自己猜吧。首先我们掏出绿色的美瞳，戴上去，这样 cos 就完成了。哈哈，骗你的还没完成呢。发型就邀请我们的绿巨人老师来帮我们还原。大妹子保证跟你弄得一模一样哦。剪好了。哇塞，这发色也太还原了吧！接着去医院微调一下眼睛，这样子就差不多啦。最重要的来啦，去婚礼教堂找修女姐姐借一下裙子，记得嘴巴要甜一点才能借到哦。穿上的效果真不错，要是有蛇尾就更好了。最后再给头上来点翅膀装饰，这下 cos 就真的完成啦。怎么样，大家猜得到我 cos 的是谁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